针对5岁到11岁囡仔注射辉瑞 BNT 的预防射，咱国内已经买220万剂，头一批77万剂已经伫16早起到台湾啊。教育部伫17就发这个注射意愿书予各级的学校，估计上紧后礼拜3就使开始做。再依照这联合国的统计，这囡仔佢为着欧盟控的致死率，伫4月进前每10万分是16，也就是每10万人有16个人。啊，这台儿童病院院长。黄立民嘛，呼讲囡仔要赶紧去注意放射，来确保自身的保护力。未少家长期待辉瑞、辉瑞 BNT 儿童疫苗总算到台湾啊！头一批送到位是777600剂，后期到今年9月底，最后先提供5岁到11岁囡仔来注射，估计上紧25就使开始做。教育部嘛将注射意愿书发予各级的学校。苹果内容包括过去注射，还是注其他药物有过敏，还是不良反应，以及免疫力较歹的族群等等。你如果有打过疫苗的话呢，你的住院率会下降1半，比起没有打疫苗的。那再来呢，就是打疫苗确实是可以防重症，而且是 Omicron 的重症哈。台大前感染科医师林时平嘛提出，各国儿童为着了致死率的数字，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中，Omicron 病毒致死率4岁进前是每10万分之16，5岁到19岁是10万分之6到8，美国17岁以下是每10万人有5.5个人死亡，日本10岁以下是每10万人有0.5个人死亡，韩国9岁以下是0.98，香港11岁以下囡仔致死率较悬，每10万人有9.6个人。5到11岁打完以后，它的严重感染的几率会降低了哈。然后再来就是在临床试验里面呢，打疫苗这一组呢，没有出现死亡，也没有出现多系统发炎症候群。感通予囡仔注意放射，真侪家长要伫考虑。台大儿童病院院长黄立民呼吁讲，上好是把握时机，伫5月下旬接受校园的注射，来应对新冠病毒的危险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